伫花莲的天龙星大楼，因为即届地动规栋起去，原底是按算讲昨昏过道就要拆，不过因为到当要一直有地动尾，落尾手是到昨昏暗时6点的时阵才开始拆。花莲强烈地动了后，严重车击的天龙星大楼初五开始拆除，不过因为也有地动尾，敢来当暂时停工。余震的部分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而且靠近这个立强饭店也非常的近所以才会有赶快去装设这个型钢支撑，而且加设这个支柱。车市规划甲 H 型的钢梁前到6支较波动的条，袂影响到隔壁的厝，再个重新拆除。不过因为空间正下，时间困难，进度捌延误，到尾伫尾5点外，怪手再个进场动工拆除楼尾顶。不过这个过程又搁发生地动。高楼住户伫地动了后，撤离前由内向外翕的画面，即马公开，地板塌落去，家具当到西歪。居民感慨讲，竟然是住几60年的厝最后一面。不过传出天龙星大楼捌互挡黄单，补强了后也是挡袂牢，即届毋只软卡，互大楼住户无法度接受。下晡差不多50多人来到大楼表达因的意见。从02、06到现在，我们居住的天王星大楼一直都是安全的。在04、03 7点58分，我们的大楼还是安全的，但是在第2次地震的时候，把它摇倒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很想知道真相，不要对我们目前已经失去了安全的家园的2次伤害。管委会注意讲，大楼补强了后，经过政府单位验收，安全无问题，伊唔再继续大，所以相关的完工图已经互检方列做物证。但是网络传出2个穿雨衫的民众伫天龙星大楼前欢喜伫翕相，管委会注意嘛指出，2个人唔是住户，要紧因爱出来回心礼，唔通甲灾民的苦难滴滚生笑。记者综合报道。